每一天，牧师家己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1月初3，诗篇80篇7节安尼讲：万军的上帝啊，互阮倒转，互你的面发出光，阮就得到救。三角来祈祷，面发出光来拯救阮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，你使太阳做日时的光，设月甲星的定律做暝时的光，摇动大海，互伊的影画效。万军的耶和华就是你的名，主啊！我要唱欢喜的歌来学乐你的名，列国拢要出大声来称赞你无煞，主啊！阮的心常常忧苦，因为阮离开你远远。主啊，求你找圣神进入阮的心内，帮助阮脱离遐互阮无法度亲近你的阻碍。互阮知着活倒转来归恩伫你，因为你的面发出光，阮就要得到救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门。感谢主，咱若活倒转，主要用伊的面的光来照咱，咱就要得到救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